各位老友記，大家好。隨住年紀越嚟越大，身體難免會出現啲小問題啦。為咗幫大家更好咁管理健康，政府推出咗長者醫療券計劃，真係幾方便㗎。呢個計劃係俾大家多個選擇，可以用嚟睇私家基層醫療服務，好似做預防保健或者管理慢性病咁樣，幫助好大啊。計劃點用？其實好簡單，只要你年滿65歲，同埋有效嘅香港身份證，就可以每年攞到2000蚊醫療券，未用完嘅仲可以累積，最多可以累積到8000蚊添。唔需要登記，唔需要攞實體券，你只要喺求診嘅時候出示香港身份證，就可以即刻用醫療券，真係夠方便。可以用喺邊度？呢個醫療券適用範圍好廣㗎，可以用嚟睇西醫、中醫、牙醫，去地區康健中心斜線站做啲預防性護理。不過有少少嘢要留意，醫療券一般唔可以用喺住院服務同埋預繳醫療套餐。政府仲推出咗一個長者醫療券獎賞先導計劃，真係好吸引。點樣攞獎賞呢？喺1年內，你用1000蚊醫療券喺特定基層醫療服務，就可以攞到額外500蚊獎賞。每年最多攞一次，幾着數啊！而家仲擴展到大灣區指定醫院，如果你有時去大灣區，都可以用醫療券去睇醫生，真係好方便。今日英瑩軒介紹就去到呢度啦。